係 Happy。阿 Ben Sir 久仰大名啊！哦，唔好咁講，好高興見到你。好開心啊！我第一次咧喺法住機構咧，我聽你講易經唔知咩卦啦，唔記得咗啦。哇！我覺得咧，你睬都唔覺嘅喎，你起身行落台咧，我眼金金望住你，哇！一個好高大威猛嘅陽光氣，同埋好精神、好活躍、好有活力。我又唔知你幾多歲啦，唔好意思問啦。但係咧，好吸引啊，好有魅力㗎。即係我可能我係高能量咧，又吸引高能量嘅人嚟啦，咁所以咧今日好開心，同埋我又訪問咗你好多位學生咧，從佢哋啲口中咧，發覺你係佢哋嘅學校名師啦、再生父母啦，冇咗你，佢哋就冇今日成就啦，係真嘅喎。咁所以咧，我真係好榮幸同埋好開心咧，真係親眼見到你呢種嘅風采。咁你介紹下你自己啦，我就知你叫 Ben Sir 啫喎。如果介紹我自己三句話比較容易啲啦。第一句就係同阿 Happy 都一樣啦，都係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。第二個咧就開始又同香港人有啲唔同，我係一個忘而不忘嘅中國人。咁第三句咧就係我有幸運去咗40幾個國家啦。咁我覺得情義咧已經失去，咁所以我希望係一個有情有義嘅世界人。呢三句説話就係我亦都喺法住介紹我自己做公開演講嗰陣時，因為我好清楚知道香港喺唐先生講嘅花果飄零之下唔認識自己，咁所以無根，咁亦都無心，及啲情義亦都失去咗好多。咁所以我用三句説話簡單介紹自己。咁第一句就其實都好普通嘅，我係普通，基本上我係喺竹園4段326，係木屋區出世嘅。喺呢個獅子山嘅腰，唔係獅子山下，獅子山腰。咁就係獅子山下嗰個大家都會聽過嗰個電視劇啦。咁就係喺獅子山腰望落嚟嘅。咁我哋住咗差唔多18年木屋。18年木屋。咁木屋嗰陣時當然啦就冇水嘅，亦都冇自來水，亦都冇洗手間。咁生活其實係好困難嘅其實。咁屋企有5個兄弟姊妹。咁父母咧非常之唔容易，兩個都要出去做嘢。咁所以日日都擔心我哋嘅生活嘅。咁所以點解話第一句就係好普通嘅60後。咁第二句就有少少唔同，因為我出世開始同埋我接受嘅教育咧，同埋殖民地之下咧，我反省自己係一個中國人呢個咧，其實係好深嘅。因為殖民地教育情況之下，你做中國人係好困難。咁所以喺呢個反省咁多年情況之下，點解我講出一句忘而不忘嘅中國人？如果冇殖民地培養，可能唔會感受到嘅。因為喺殖民地之下，都係一個越係接近中國文化嘅人，又要俾代價。你都知道以前有叫國貨公司啊，左派啊。令我反省點解喺一個99% 中國人嘅地方做一個中國人，好似有少少原罪呢？點解要洗白呢？將中國人嘅元素要洗得清清白白、清清楚楚，越洗得越乾淨，就變成主流呢？咁所以呢個係我由細至大，所以後尾去到美資企業，我嘅做法都係同好多人唔同嘅原因。哇！咁即係你嘅成長都一啲都唔容易。咁呢種咁艱辛，你話18年住木屋咧，點樣培養你好學成才咧？其實就唔係好學成才，一早就有嘅。其實就係8歲嗰陣時第一個體悟。8歲嗰陣時，媽媽去放完工翻嚟，咁翻屋企之前，咁旁邊有個導遊問佢：喂，阿鳳姐啊，可唔可以借個位擺啲白粉啊？咁媽媽入嚟同我哋講，一講就喊，就叫我哋你唔好出去玩。係好危險啊出邊。咁佢就話：佢都唔知點回答。咁所以我見到一路咁喊，我話：咁冇理由自己咁衰㗎。咁我就由嗰度嘅人生嘅第一次，唔係發奮，人生嘅第一次嘅啟悟啊！即係話一個細路仔，所以唔好睇小細路仔。嗰陣時我8歲，未發生呢個之前，我又係好曳，又係粗口爛舌，又係唔聽話。咁就係喺嗰下係我人生嘅，我有記憶嚟講係第一次體悟。咁成績亦都一直都唔好嘅，因為
我哋5個兄弟姊妹都冇人識嘅，咁老師亦都唔會有咩特別照顧。咁小學又唔係讀得好，中學又唔係讀得好，咁你最後尾就喺後段咧，有幸運就係喺1982年，幸運就入咗樹人書院嗰陣時就睇到原來做人係可以咁做嘅，跟住先後邊追翻，我哋都係少少大器後成，唔可以話晚成，就喺1985年開始就開始自己發奮啦。咁就考會計師試18張，就喺18張試考會計師試。咁86年樹人畢業，咁88年就 MBA 畢業，咁所以86年就喺美資嗰度做。咁所以一咁樣之後就變咗突然間，好似學歷都唔係好好，突然間就好似學歷就通過一啲香港嘅特別情況之下追翻上轉頭。好難考喎，我知道會計師。18張其實好難考嘅，嗰陣時都未必有信心自己考到嘅。好難考。咁所以自己就要即係當我哋知道咗發展嘅方向嗰陣時，嗰人嘅志氣或者係後每一個人嘅領悟嘅時間係唔同嘅。所以點解有啲人小學失敗中學失敗唔緊要，人生永遠都有第二次機會。如果你有領悟，咁所以我哋叫做 1% net second chance。先能夠有一個 maximum freedom，即係做翻自己最好自己嘅可能咯。即係每個當下都係一種機會，你自己選擇。係啊，所以但係有人啟發好重要。譬如我見到校長校監嗰陣時咧，我就啟發原來人係可以做到呢個水平嘅。係啊，我知道樹人而家大學啦，嗰陣時未係叫樹人書院噶嘛，兩公婆佢哋個伉儷係好用心出錢出力栽培啲後生仔。而家校監105歲啦。仲健在，校長走咗啦，咁所以變咗你喺人生嘅每一個階段，無論你好嘅同學、好嘅老師或者好嘅校長，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如果冇呢個呢，其實好難突破嘅，因為好多時我哋睇唔到更加高標準嘅呢，就以為呢個就係個標準。係，同埋嗰陣時殖民代嘅教育呢，唔同噶嘛，完全。殖民時代嘅教育，基本上係要你做一個無根嘅人。咁毛根係一個核心嚟嘅，咁用英語去所謂先係主流，咁所以只要你係同中國文化文字有關係嘅呢，其實好難變咗個主流。咁所以97前我嘅體悟好深嘅，所以成個中國前途、香港前途基本上係伴隨著我一生。97年之前，1979、1982、1983，全部係全程參與。因為你唔可以唔諗香港問題，香港問題亦都唔可以唔諗前途中國問題，你都唔可以唔諗呢樣嘢。而當時嘅社會氣氛亦都好好。咁法治我第一次認識法治就係1989年嘅一個錄音帶，咁就通過李天命博士，就我哋叫做紛亂中的寧靜，咁就係霍教授做主持，咁由嗰度第一次聽到霍教授個名。紛亂中的寧靜，李天望當時個影響力都幾大。咁當時嘅社會係向上同埋思考，雖然好多困難，但係一直係對啲高質素嘅講座係有追求嘅。當時嗰啲講座係好多人聽㗎，嗰啲跟住變咗錄音帶，錄音帶賣呢就有人買。咁當然同而家 YouTube 嗰啲唔同啦。咁所以水平好高。係啊，我都係透過法住。嗰陣時係叫佛教㗎，專係純粹係而家就改咗係身心靈中國傳統文化咩都包含咯。我又認識咗霍教授啦，我第5屆嘅喜悅生命啦，讀咗佢2年國學啦，我就好敬佩佛教授佢講個性情教學啦，傳揚翻我哋中國嘅文化啦。我嗰陣時咧就係啱啱2000年1月1號，應該如果冇記錯係第9屆。係啊。我係李師姐，師姐，我第5屆喎，原來我已經係30幾年啦，同法住。我就法住我認識就係1999年正式見到霍教授5月，當時我人生遇到一個比較大啲嘅問題，因為當時公司覺得我做得好好，咁所以咧就派我去美國，咁1999年8月就要去，咁所以有一日食晏嗰陣時啱啱好。當時法住喺灣仔有個小書局，咁我見到1999年5月第一次上法住嘅初階。
緣分就係嗰度嚟。聽佢咧就1989年曾經知道法鑄嘅存在，1989，所以好多人生嘅領悟隔咗10年之後先會坐到初階。咁99年就去美國，咁2003年就翻嚟香港。咁翻嚟香港之後，亦都喺法鑄開始，郭教授俾個機會我開始講一啲關於管理啊、領袖學嘅一啲講座。所以點解你頭先話我有啲學生咁慢慢我從自己有一個學生，慢慢變咗我變咗一個老師去教學生。哇！真係好好啊！呢個姻緣，我係認識霍教授都係聽佢講佛經嘅，佢淨係講個罪都可以講幾個月㗎。係啊，霍教授，我去美國之前咧，高階完之後，佢寫一首詩俾我。咁嗰首詩咧就係提醒我個名啦，我名叫潘偉業啊。佢就扶搖稱偉業，佢就已經睇到我做嘢咁理性啊，結果導向啊，可以落地啊，咁就扶搖直上，咁就扶搖稱偉業。咁就第二句就提醒我啦，無奈安可久，即係話不斷理性，不斷事業成功，要佢走得幾遠呢？第三句就係我哋我下一半生嘅路啦，性情多體會，即係原來人要體會最核心嘅性情，當然亦都係同我哋嘅樹人嘅人。第四句就係俯首如子牛，咁佢就叫我你將你識嘅嘢，用俯首即係話將個自我放低，然後去教唔同嘅學生，就提出我下半生可能呢4句話咧，做一個指導方向。或者對你影響好大喎。對我人生嘅轉折好大，因為我去美國之前咧，我都係非常之理性，喺美國公司做嘢，全部講英文，根本都未識用中文輸入嘅，根本就冇用過中文輸入嘅。咁做嘢好理性，結果導向，能行動力好強，一就都做好多嘢，但係內心咧其實係好緊張嘅。因為你做呢樣嘢嗰個內心嗰個初心，當然我唔知啦。當時亦都係對佛教好多偏見嘅，我哋呢啲好似好落後嘅嘢。咁所以認識咗霍教授之後，咁我一個優點就係對一啲唔識嘅嘢，我俾個機會自己學。咁就係由呢個原始經典重新開始聽翻，咁就改正翻自己有啲嘅睇法。原來佛家有2個派系，一個就係小乘，就修自己。咁另外一個就係大乘，係修智慧。咁我睇咗之後，我而家開始明白，見到出邊嘅好多嘅對佛嘅學嘅理解咧，其實好多時咧都係一啲下乘人，或者係小乘人。咁霍教授當然就係一個大乘佛教嘅菩薩精神去做法鑄。咁所以我就開始明白啦。咁我嘅理性開始放下啲啦，咁就更加了解人性啦，跟住更加明白德性啦。咁所以就對我嘅啟發好大。咁當然啦，我有個自己嘅女啦，我個仔喺美國出世啦。咁我無論自己嘅修身同埋家庭遇到個問題，其實來來去都係自己一個德性，自己反省嘅問題。咁我就更加清楚知道，我將我哋嘅問題擺出去對治，我更加體會到咩叫為己之學。為己之學即係學乜嘢都係一成長自己而學。咁所以嗰度就幫我過到好多嘅關，因為我哋做工作有好多談判啊。如果你緊張得滯啊，或者處理唔到壓力啊，好多人就跑偏咗。咁所以嗰度就開始由1999年開始不斷咁每日冇停過，都係用唔同嘅方式去思考、去學習、睇書或者聽老師嘅 CD， 用即係唔可以停嘅。因為雜念好多，你要將自己嘅思維改正提升咧，係一個長年積累嘅一個功夫嚟嘅。係，我都覺得聽阿霍教授講嘢咧係好有吸引力嘅，唔停得嘅。即係你好想咧一餅帶，或者上去堂嘅，我都成日上去堂，有講《論語》啊、孟子啊、莊子、老子，即係無所不能嘅，真係。咁所以簡單嚟講總結咧，就係霍教授對我影響一本最大嘅書，就係中國文化嘅開新。因為好多人都唔懂得中國文化，我要反本先能夠開新。咁呢本呢，如果大家要研究霍先生嘅學問呢，霍教授學問呢本就好重要。另外一個就係用個人嘅角度去入啦。嗱，人係唔能夠離開生老病死噶嘛。
咁所以對生老病死嘅感受咧，你有感受有體會先可以講落去嘅。所以點解霍教授提出呢個體會方法學？好多人點解誤解中國學問咧？就認為中國學問係知識嚟嘅，中國學問唔係知識嚟，絕對唔係啊！中國學問係要體化我哋嘅智慧，所以個方法學係會體會嘅，即係等於我哋要體會父母嘅心。父母對我哋嘅心唔係知識嚟嘅。如果你用知識去睇佢，用佢嘅你用耳耳鼻舌身去聽佢講嘅嘢，你聽到都係抱怨啊，自己自我與自我之間嘅一個矛盾。但係如果你能夠體會父母嘅心嘅話咧，其實個人就放鬆，你先聽到背後。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轉。即係唔係用個腦，係用非常個心去睇。非常重要嘅轉折。用英文嚟講就係話咩叫係對嘅事。What is the right thing？西方人就希望將件事做對，中國人就係要揾到嗰件對嘅事先。咁所以我一路咁修養，一路咁研究個學問，最後就研究咗中國領袖學。中國領袖學就將對嘅嘢做對，do the right thing right。咁所以第一部分就係以中國學問做全局，睇到咩係對嘅事。對嘅事一定係從內出發，睇到個全局。然後將件事做對咧，一定係講方法啦，一定係講科學啦，一定係講理性啦，一定係講知識啦，一定係講工具。咁所以就消化咗霍教授教我嘅嘢，亦都我咁多年嘅管理經驗，所以就用一個中國領袖學或者係 Leadership 3.0嘅方法去輸出，去回應呢個時代。咁所以我開出個課程就會用咁嘅方法反本開聲，然後挑戰與回應。咁所以喺法住開始，應該係2004年開始，就不斷去有一啲嘅講座啦，跟住有課堂啦，跟住有一段時間斷咗，因為去咗上海，跟住喺國內亦都有緣分邀請我做好多間大學嘅客座教授，所以我嘅身份好似好多，咁但係來來去去都係回歸翻專業。過渡到去管理，然後過渡到希望可以做一流，包括自己對自己一流人、一流企業嘅要求，亦都係對學生嘅要求，所以成立喺2008年成立 1% Net， 又係咁嘅角度去做。我覺得唔知係天幫你定你好彩咧，就係嗱好多人都好叻啦，譬如你話你好大嘅成就啦，讀書方面啦。有攞到好多啲嘅文化話諸如此類，但係咧難得你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心嗰種體會，唔係淨係腦，唔係知識學問，係開發咗你嘅性情。你咁好彩遇到阿霍教授，你又讀咗唐君毅老師好多書，我知你讀好多書，咁你有體悟有經驗，即係唔係淨係用個腦用埋個心，兩者結合，又有西方嘅領袖啊、學問啊嗰種理性思維啊、嗰種設計啊、策劃，亦都有。中國嘅傳統嘅嗰種嘅精神、人民嘅精神、品德嘅嗰種，完全兩者結合，所以就係好 perfect。我就覺得呢樣嘢先至係你最難得。當然啦，亦都可以話感恩嘅香港特殊嘅情況，香港又有中又有西，係啊。咁所以香港好奇怪，點解我亦都要成立 1% 咧？就係有4個情況，一個就係中西能夠貫通啦，呢個就最好嘅情況。有個就係只中不西，另外有都好多人只西不中，亦都有不中不西，亦都越來越多啦。咁所以大家就睇到一件事，譬如好似我喺香港出生、香港嘅成長，我係好清楚知道呢4類人嘅。咁我哋嗰陣時遇到嘅老師啟發到我，咁所以點解我睇到香港嘅危機、香港年青人嘅無力，咁所以點解我要將即係香港嘅情況盡量我自己嘅能力。可以幫得幾多就幫幾多，所以我教嘅多數都係年輕人，咁盡量俾佢一個第2次機會，所以我話 1% net second chance，maximum freedom， 人要做回自己，才能找到最大的自由。好，我就覺得真係呢一次嘅訪問，我自己都學到好多嘢啦。